虾饺、面条。我们吃了虾饺、面条。我叫赵龙格，今年11岁，是来自香港。我的名字叫龙源，我今年6岁。因为我姐姐以前去那里练了，没有人看着我就一起跟她上了。化妆特别漂亮，而且这种东西特别闪闪亮亮的。我们现在住在美国，我们发现住围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特意赶来。这次是我们第一次来广州，我觉得广州特别大，而且特别好玩。我們吃了蝦餃、麵條。佢哋細個咧就喺香港嘅國際學校，就係學英文講國語，所以佢兩個嘅粵語唔係咁好。媽媽咧就諗住俾佢哋學粵語，所以佢就參加啲首先係興趣班開始啦。家姐係先係學戲嘅，妹妹當時3歲，咁就跟埋一齊去，冇人看佢，佢瞓喺旁邊。咁佢好為個姐姐着想嘅。咁啊姐姐做戲嘅時候，冇人唱生嗰邊喎，佢特登學生嗰邊去配姐姐。佢父母話戲係中國嘅根，咁佢話我哋雖然喺美國，但係我哋嘅根都係要保留。我們吃了蝦餃、麵條。